啥叫老夫丧心开外？啊，无恙。相爷，何不为老夫鼓舞一番？是。来，无恙！来。说龙恩晚上一番，相爷有令，四说龙恩晚上一番，言人一律为皮，言人一律为皮。啊，为娘，怕被老夫晚上一番。好你个背生情，相爷才此有误，万不夸夸为比。我要面见相爷，休得啰嗦，死的不罪，我叫你赔不起。慢，又是这个背生情，
他屡次上诉，穿罪于我，怎奈男女之配，延缓太甚。今则我倒要见色于他，让他过来。相爷恩准，长记为王，多谢了。你的大名老夫久仰啊，你面见老夫有何话讲？请问相爷，方今援兵乱下，相伴两地岌岌可危，相爷不闻，恰在此逍遥于吾，如何所思，如何所想啊？况正他等。难得北相公身外也苦忧国之心，援兵南下，无非是想割几块地，要一些牛羊，何须踏进萧关？荒谬且人思索少见。以相爷之意，他好好3棵公孙玉地，甚至钱大水利，你做的是哪家的相爷？反得好，本相公一句戏言，何必当真？设宴相告，为抗援兵，老夫已召集人马，纵着操练，不是撤兵，因援兵就于四川。眼神耳目，有给你造假相爷。当初你都是混养，你派心腹前往与君求休假，本事之上却荒言开学，因而你步步高升。今日之事又何尝不是一样无路啊？北相公，你可知多数自称子阳为堂，过问真实，实乃惊奇。我看你仪表堂堂，月色过城，切莫死毁前程，故为了满腹的愤张啊！一孤一娘长情，深深痛苦的薄冰，层层四顾一串冰冰，可怜不用自难成。我更自欺欺天心，绝不苟且看一生。休看你位高权重，掌真兵，肆意妄为的自情。你可知老狼乾坤我于情，是非却在差分明。我国养民俗难清，到那和平精，四大皇帝千秋万国，千秋万城。
几句，老夫铭记在心。北相公，老夫今侧请你到府藏一句，令我推心置腹，好好的谈谈心啊。谢相爷，请。一棍扯淡，
为娘。相爷，披兰放月，思绪纷传，怎奈积落无穷啊！不，为娘不管。对月尽思，一书境外，此乃聚落无穷嘛！相爷，为娘，既之有误，老夫或有一事，关出于外。趁着月色两宵，老夫要与你好好谈谈心啊！相爷请讲。为娘，是你尽得福来，深得老夫的欢喜。虽在老夫身边极其私怨，但在老夫心中，你是我唯一的红颜知己呀！无奈流光飞逝，岁月不超尘呐。如今老夫已年过半百，风烛残年，你却青春依旧，光彩照人。虽然老夫对你钟爱有加，恰恰是不忍心再与你的青春年华呀！相爷。你可知把夫继承吗？把夫相爷所指，可是当着大诗人把举义吗？真是那个把举义，难得呀，难得！他生到我年，悉数当发家计，侧赴婚嫁，连他最钟爱的有引导口之称的范叔，有杨柳要之为的小婉，也不也例外，一直成为千古佳话。相爷，为娘，老夫风中坐想将情，一府里在小水私奔我们曾，托病里对老夫与谁情分？一场梨花自俏，楼子放飞。相爷此话从我说起。为娘，我来问你，今日有误，你对那少年可是有意呀？相爷，为娘与那少年素不相识，何来有意？既是无意，恰为我顾盼生辉，美目传奇，可称美贼呀少年。美贼少年相爷，相爷，你听错了，为娘见青山的翠，秋风里。
咱们亲自就由老夫做主。相爷，可不应哦！心慈身亡，半推半就，假意推辞。老夫纵爱于你，也是看中你这迷人之处啊！相爷你为娘，为娘。来，替为娘诉作当吧。
李为娘啊，李为娘，老夫怎必误他之策，岂用一心之臣，你是咎由死去。
前面孤闻女子欲何远近，也速来。婆爷，婆爷，用兵。李为娘家子财，临安城内3年前受伤亲，不幸伤悲，今宵讨掌上亲，后再来，为弟在
这家父一生长陪，假使到生命岁，郎心更飞。金陵做婚唱彩，有媳妇见少年英勇富贵，心昂昂年龄龄痛彻前程。金佩在年特看，出心里。你赞他什么？我赞他没这样少年。那么后来你一句话撒下后盾我了才，出自王位无辜的为娘，曾一个刚烈的李为娘，赐你阴阳报孙，助你纠察陪生。谢婆娘。且慢，李为娘，你身为皇权之客，在纠配之时，务必在天明前了断，死所不从。有便怎样？鸡鸣之后，这阴阳报孙，求为失去法力，难以处理，你要记下了。鸡鸣之后，这阴阳报孙，谁为失去法力么？为娘记下了。拿去吧。
现在每用块舒肤佳，你就能捐1分建卫生设施。建起卫生设施，我们就为他们建起健康长城。舒肤佳。那么柔顺，一触就知道是它。只因飘柔菊油系列近半瓶成分都是菊油护理精华，柔顺出众就是飘柔。全新卡梅尔香氛沐浴露，凝聚法国调香灵感，诱发迷人香气，让它迷上全新的我，每一刻让它卡梅尔。全新卡梅尔香氛沐浴露，宝洁激情呈现。想把它迷住，从醉人的香氛展开吧。当选择去屑品牌时，你应该相信谁？海飞丝拥有90%参试专业人士的信任。海飞丝去屑真有效，赢得90%参试专业人士的信任。去屑被信任，当然海飞丝。那么柔顺，一触就知道是它。只因飘柔菊油系列近半瓶成分都是菊油护理精华，柔顺出众就是飘柔。塑造发型就怕硬绷绷的，所以要颠覆僵硬。沙宣突破性原创空气感卷发蜡，质感超轻薄，造型随手就抓出来，发型就应该形而不僵。全新沙宣发蜡系列，沙宣美发学院专业原创。如同万千女性一样，现在就拥有健康秀发吧。潘婷乳液修复系列，帮助有效减少开叉，经万千女性体验信任。现在你也一起来见证吧。越多人尝试，越多人信赖。潘婷。
对。白相公，你不必惊慌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深更半夜你到此，这是哪？我有要事相告，白相公快快开门。不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还是快走吧。相公万福，不孝，不孝，谁不孝？咦，他到大模大样的坐下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听日那贾似道使用媚人之计，派你前来加害于我。北相公是哪里话来？贾似道要害你一时反掌，何必我来？哪里？我是先来救你的。你来救我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马路不将我侧眼相救过关当，同在天涯是飘荡，相互相救理应当，儿与我在生死上三句救人一片花。北相公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你是那日有福，北相公不为权势，怒斥奸诈，是我。莫非你就是那口出真言的女子？真是！呀！大不知大计，怎行方便？奴家李为娘。李为娘，方才小生不有冒犯，外望死才。北相公不必多礼。大姐，请坐。北相公，请坐。贾似道有心图来扬名成绩，那日小生痛斥于他，竟想求嫁给妖魔师傅，实是与我出席长谈。谁知刚进府门，他遂将我囚禁在这红梅宫。好险恶的贾似道！北相公，那是因我占理一言，那老子他虽将我怎么？把本口打，他打你了，打得我遍体鳞伤。好，
要上书朝廷，传到老臣。这是我深造取经，不能违例呀！啊，裴相公不必忧虑，为娘今晚前来，就是为了救你逃出家府。啊嗨！作为爷爷，那老人已将你当得遍体鳞伤，实在放我逃罪。他岂不要将你杀死？小生杀得不是，才听当相救于你。裴相公，为娘今生并无他愿，指望能救你逃出家府，总算被老子杀死。我也心甘情愿啊！他茫茫人世，神心地位，我确有权势，出卖良心，我千里往矣，没有求用。想他既这般所作所为，在这所思之中，真乃少见也。这是你声音呼吁，受尽其力，哎，何不令我一同逃出虎口？你要我一起逃走吗？真是。想我李为娘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茫茫生死，纵然逃出家府，也无立身之地呀。那你就随我，随你什么？哎，为娘。
外面可有同情？奉凭老情，此次可以下手了。好，今日三更，在那红梅阁内将被生气治了。是。哎呀，不好！太相公，今晚三更时分，那老子就要派人前来刺杀于你。他孤人下头受了，贾石头啊，好特子，你能杀得了我陪生亲一人，可杀不尽，宰不尽天下的苍生。太相公，杀你之人谁有血泪？快随我走吧！为娘，我在与你同罪，被他这一招，岂必累你一死？累我一死。说什么累我一死，死尽我一死。一是什么？一死。一是什么嘛？想开口是难开口，千言万语用心头。像是什么呀？啊，裴相公，事不宜迟，无需多问，快随我走吧。不，裴生就不联络于你。哎呀，真是个书呆子，快走吧。不，裴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为娘，你还是自己逃生去吧。裴相公，去吧，去吧。呀，情急之间何才戏言呐？并非戏言，3年相告，我乃是个求死的。哎，你引路有引，言难有声，明明是人，真是过分。哎呀，好不明白的书生，你想，从那个内外从容约束，我才不是鬼，怎能破门而入？我才不是鬼，怎会知道今晚3更，那老子谁要派人前来刺杀于你？那是因我赞你，没这样少你，那老子他谁一击，谁已经将我刺死了？哎呀！
好，刀下毙命，刀下毙命。
错过这万阳之城，就永死那一重凡生死了啊！哎呀，婆爷呀，贵为万阳，是那千载难逢、万载难遇的旷世奇缘。这是为娘万得养去，生美一介所女，死后只得了奸淫，就得了陪生。早已不在乎是生是死，是生是死。可那悲伤清晨年少满腹之想，一起风发现真是君啊！团爷，只要能救出悲伤，为娘我垂手不止。这阴曹地府，虽是为娘的家，我此心不
气测酒配。塑造发型就怕硬邦邦的，所以要颠覆僵硬。沙宣突破性原创，空气感卷发蜡，质感超轻薄，造型随手就抓出来，发型就应该形而不僵。全新沙宣发蜡系列，沙宣美发学院专业原创。那么柔顺，一触就知道是它。只因飘柔焗油系列近半瓶成分都是焗油护理精华，柔顺出众就是飘柔。全新卡梅尔香氛沐浴露，凝聚法国调香灵感，诱发迷人香气，让它迷上全新的我，每一刻让它卡梅尔。全新卡梅尔香氛沐浴露，宝洁激情呈现。想把它迷住，从醉人的香氛展开吧。如同万千女性一样，现在就拥有健康秀发吧。潘婷乳液修复系列，帮助有效减少开叉，经万千女性体验信任。现在你也一起来见证吧。越多人尝试，越多人信赖。潘婷。那么柔顺，一触就知道是它。只因飘柔焗油系列近半瓶成分都是焗油护理精华，柔顺出众就是飘柔。现在每用块舒肤佳，你就能捐1分建卫生设施。建起卫生设施，我们就为他们建起健康长城。舒肤佳。当选择去屑品牌时，你应该相信谁？海飞丝，拥有90%参试专业人士的信任。海飞丝去屑真有效，赢得90%参试专业人士的信任。去屑被信任，当然海飞丝。
啊。